乡亲啊，继续来看台南大观音亭苏典行济宫，这个正殿的龙虎壁堵长期生壁岩，目前正咧维修，讲是用水库的烂土所改造，环保材料类施工的，嘛是全国头一个古迹修复的手法。 大观音亭苏典行济宫正殿的龙虎岛是伫1920年代由安平大师洪华所做的，不过因为时间和水分的侵蚀，壁面开始有壁岩，行济宫决定要报请文资处来修复。在多方跟庙方协调下，我们就是先回来先做正面龙虎堵的一个除掩。 目前是台南艺大古物维护研究所利用水库土煤当中的环保材质的新材料来施工，希望会当有效防止壁岩再发生。壁画修复难就难在，很多根本的问题都是卡在墙壁，对啊，墙壁又涉及到建筑结构。 行济宫嘛表示，这是全国头一摆利用再生的环保材质放伫古迹维护，希望为传统工艺传承尽一份心力。 嗨，我是映彤，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站起来！